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娛樂快訊。先祝大家馬年行大運，恭喜發財。可以用 PayMe 或 Super Thanks 嘅方式支持本頻道，先多謝大家。本頻道將放假數天，初七再見大家。今日呢一集相信會令一大班 CP 粉睇到心花怒放，因為主角就係近期最旺嘅甜蜜情侶檔 GM 曾展望同埋 Sophie 葉倩文，再加埋冼靖峰 Archie 嘅新春彩排花絮，一於同大家慢慢八一八。就係2月16號 GM、Sophie 同 Archie 等一班新一代人氣偶像就喺尖沙咀為新春節目進行彩排，現場當然被大批傳媒包圍，焦點幾乎全部落晒喺呢對甜蜜 MC 身上。GM 同 Sophie 呢對情侶檔今次再度攜手做節目主持，一出場已經充滿新年狗糧氣息。佢哋笑言今次同其餘兩位 MC 會有啲隔空合作，等於4個人接力咁樣主持。大家唔單止睇到新春氣氛，仲可以感受到滿滿 CP 感。GM 同 Sophie 都已經好投入工作兼拍拖呢個 mode。講到新年，當然少不了最刺激嘅一個環見家長。傳媒一問到兩個人會唔會去對方屋企拜年，GM 即刻好有計劃咁話，其實已經諗住約出嚟飲茶，算係第一次正式見家長。雖然 GM 話之前路過都見過對方屋企人，有講過一兩句，但今次就算係認真 version 嘅第一次見家長，大家聽到都會替佢有少少緊張。至於會準備咩見面禮物， GM 就好神秘笑住話，如果而家講佢都會知，明顯係想保留驚喜，貫徹驚喜，濫有人設。Sophie 喺旁邊聽到，當然即刻補一句，話 GM 就連見家長都要搞驚喜，笑到非常甜。佢仲大讚自己媽媽廚藝一流，希望有機會俾 GM 真真正正坐低，慢慢品嚐未來準外母手勢。呢啲說話講出口，CP 粉點會唔尖叫？不過立即訂閱我哋頻道，記得撳鐘仔，第一時間知道娛樂大小事。講到為 GM 食嘢，原來 Sophie 自己都有獨門秘方。訪問入面佢就大爆自己有一款迷暈暈飲品，專登預備俾 GM 飲，聽個名已經好有畫面感，好似飲完會被迷暈咁。Sophie 仲好幽默，話如果觀眾想知配方，歡迎大家上前問佢攞。呢句說話一出，簡直係公開宣示主權，得我先有呢隻迷暈暈。GM 聽到唔知係咪已經飲過幾杯，所以成個人都沉醉喺甜蜜氣場入面。講到迷暈，剛剛過去嘅情人節，呢一對亦都完全冇令大家失望。佢哋大方承認情人節當日係一齊共進晚餐，仲 book 咗一個地方一齊共度良辰美景。行程聽落已經非常浪漫。早前 GM 受訪時就曾經提過，自己為女友準備咗一份驚喜禮物。今次輪到 Sophie 被追問細節，佢就非常識做，大賣關子，冇完整爆料，但就俾咗幾個超甜提示，等大家一齊幫手幻想。Sophie 形容呢份禮物係粉紅色、毛毛嘅，有心心，可以打開，仲會令到佢一見到就即刻諗起 GM。聽到呢幾個 keyword，大家腦海入面有冇已經浮現出成個畫面？會唔會係一個粉紅毛毛心心小手袋，定係一個可以打開嘅毛絨心形音樂盒？無論實物究竟係乜嘢，最重要係一見就諗起你呢個 concept，本身已經非常高分，既實用又充滿心思，再加埋男友親手準備嘅驚喜感，難怪 Sophie 全程笑到見牙唔見眼。講完情人節就梗係要講反新年活動。GM 同 Sophie 自爆原本計劃喺昨晚一齊搭的士去逛花市，打算感受下年宵氣氛，順便行個大運，點知去到先發現花市已經收檔。GM 坦言自己對花市嘅印象仲停留喺以前，覺得2、3點都仲有好多人，所以今次完全係時間觀念錯誤，搞到浪漫行花市行到變咗摸門釘之旅。不過兩個人一齊搭的士，一齊撲空，其實都係一種小情侶嘅甜蜜回憶。GM 又話今日本身都會撞位機會去行飯圈，一嚟支持香港經濟，二嚟可以行個大運，希望新一年可以繼續工作順利，感情穩定。睇得出佢對呢段感情同事業都好有心機去經營。有傳媒問到兩個人喺過去一年工作多多，係咪可以用豬籠入水嚟形容？對於呢個講法， GM 同 Sophie 都好謙虛，話非常感恩有好多工作機會，但比起錢財進帳，其實更加着重係個人成長。佢哋分享話呢一年試咗好多新嘢，無論係節目主持、演出，定係以情侶檔身份一齊上陣，每一次都係一種新體驗。喺鏡頭前面見到佢哋越來越自然，越來越有默契，其實就知道努力並冇白費。同時有 Archie 等新一代藝人喺旁邊一齊努力，
幾個年輕人喺新春節目彩排現場互相打氣，感覺都幾有接班味道。未來幾年，觀眾應該會喺唔同節目度更加多見到呢班新面孔。總結今日呢一場彩排訪問，可以話由頭甜到尾，有見家長飲茶計劃，有神秘粉紅毛毛情人節禮物，有專屬迷魂雲飲品，仲有行花市撲空小插曲。呢啲日常小故事其實先最真實，亦都最令粉絲着迷。大家覺得 GM 應該送咩見面禮俾未來外父外母先最得體？又覺得 Sophie 口中嗰份粉紅毛毛禮物實物會係乜嘢？歡迎喺下面留言，一齊幫佢哋腦洞大開，估下答案。鍾意呢條片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訂閱我哋頻道，撳埋個小鈴鐺就唔會錯過任何一條最新娛樂快訊。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